型聚會、朋友團建嘅空趴別墅同你哋揾到啦，而且地理環境好優越，出門口就可以欣賞到2.5萬平方嘅水晶湖，打卡影相好出片。而家入住即時安排水上樂園暢玩門票，沿住我哋3公里嘅威尼斯的大沿路散步都有唔一樣嘅風情。呢個就係你哋今晚要入住嘅大別墅，6棟雙層，花園仲有個私人溫泉泡池，後院設有休閒燒烤區，粉絲過嚟安排燒烤套餐送俾你，客廳 KTV 承諾咪霸嘅快樂，開放式廚房表變美食基地，麻雀台前激戰到天明，日頭玩水，夜晚浸溫泉，神仙度假體驗一鍵拉滿，瞓醒咗仲可以去清遠長隆體驗一下動物大逃遷嘅震撼，咁樣嘅好地方仲趁住出遊季安排一下。我係愛上度假別墅民宿姑娘怡寶，嚟清遠玩，關注我。